要来共读圣经上帝的话，记载有2位。第一个所在是伫个哥林多前书13章第6节。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甲欢喜。第二个所在是伫个米迦书6章8节。人啊，伊捌指示你，啥物是好？耶和华爱你啥物？独爱你，行公义，心存灵敏，谦卑甲你的上帝三甲行。以上愿上帝祝福，既若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今早起咱蔡主任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听的系列第13讲第2篇，听是无欢喜不义。咱做伙安静心，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回有讲到3种不义，加3种无欢喜不义，咱来复习一下。咱顶回有讲到3种不义，就是无公平、无正确、无圣洁。所以咱有学习3种无欢喜不义，就是讲咱毋通对迄个无公平的代志得到满足，也毋通对别人的缺失中间去找到喜乐。也毋通对家己的错误中间去找到快乐，这是咱顶回所学习的。这礼拜咱要继续来看这个题目。首先，咱要对先来看这个上帝的公义。咱要将焦点放伫啥会是上帝的公义？因为咱知影，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咱会当对上帝的公义中间来思考，咱应该安怎活出伊的心意。伫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组织阮伫你的圣殿来亲近你，也要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激励阮、更新阮、调整阮。阮恳求主，你互阮有智慧，明白你的话，也有信心搁听心来实践你的话，来荣光你，来祝福人。阮恳求主，你甲阮三甲地地。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首先来看上帝公义。上帝公义包含几个真重要的特性。第一项就是上帝伊伫分配人类基本生存的资源顶面，上帝是真公平。就是讲，这项代志如果甲咱的生存有关系，上帝就真公平赐予咱。比如讲，咱伫圣经中间有看见到，安尼讲上帝互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互义的人，也互不义的人。因为日头甲雨水，这是人生存的基本的条件，所以上帝互咱公平。比如讲，咱需要空气，上帝互咱够野的空气，互咱呼吸。因为这是咱基本生存需要的，所以上帝公平赏赐予咱。因为这是关系咱肉体存活的问题，上帝就公平赏赐予咱。但是咱看见到，上帝是这么公平的款待咱，但是咱人类却用真济制度，用真济手段，将伊用甲真济真大的这分配性的无公义。就是讲，伫资源顶面，真侪人用制度甲手段为分配无公义，这诚做今仔日世界真大的问题。这咱来去反省，等下牧师有几个信息要甲大家分享。第二项，咱来看上帝公义。上帝公义的特性就是，上帝伫审判的顶面是完全公正、正确公平。如果有人做毋对代志，或者是讲，有人生命无圣洁，过无道德的生活，上帝无爱咱安尼做，上帝会做一个公正的审判，这叫做审判性的公义。就是讲，上帝有一天要来咱审判。咱来明白一点，就是讲，咱的信仰常常强调稳定，所以咱袂记只讲，咱的上帝嘛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其实上帝是一个公正的法官，伊要除去世间一切不义的事。当伊发现讲这世间有无公义的代志，
伊爱伊的百姓来改变这个，拄掉这个无公义的代志。譬如讲，咱若看米迦书第4章第3节，当时阵社会中间，伫米迦迄个时代，社会中间充满真侪无公平、无公义的代志。所以上帝透过先知米迦，伊宣布一件代志，讲上帝有一天的确要审判，伊要伫侪国家的百姓中间施行审判，为着远的所在、强盛的国断定是非。就讲有一天上帝要来审判。咱来看罗马书第2章第5节到第6节，安尼讲有一天上帝咧显明伊的公义审判的日子若到的时阵，伊的确照着逐人的行为报应逐人，这叫做报应性的公义。做毋对，咱就爱为着家己的行为来负责任，因为上帝是公义审判的上帝，咱有一天拢爱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是安尼，咱来烦恼一件代志，咱会拄到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讲，咱到底要安怎负责任？因为咱知影，咱拢是软弱的罪人嘛。圣经甲咱讲，罪的代价就是死嘛。因为咱是遐尼软弱，咱拢有罪，咱要安怎面对上帝的审判？如果上帝真正要照伊的公义来审判咱，安尼咱每一个人只有一条路，就是死路一条。无人会当逃脱上帝的审判。那安尼要安怎？咱来搁明白一点，就是讲上帝公义中间有稳定所以咱来明白，上帝公义是一个疼的公义啊。上帝除了是公义的上帝以外，伊的公义搁爱加上伊对人的疼。虽然咱讲疼是无欢喜不义嘛，上帝是无欢喜不义的代志。但是上帝咧处理这不义的代志，咧拄着人的不义的过程中间，上帝是用疼的方式。其实咱来明白就是讲，咱所信仰的上帝，伊所带来福音，上界重点毋是审判。如果若单纯是审判安尼咱每一个人拢惨啊！因为咱伫上帝面头前，咱拢是自私的人。所以咱伫分配资源顶面绝对无公平，咱每一个人拢无够也有智慧，所以咱伫做判断的顶面拢无够也正确。咱每一个人拢毋是圣人，所以咱伫生活中间拢无够也圣洁。如果上帝只有审判性的公义安尼咱就拢惨啊！咱就生活，咱的生命就拢无望啊！上帝无欢喜不义的代志，但是上帝疼咱。所以，上帝伫伊的公义以外，佮加上稳定，这就是咱信仰上较奥秘的所在。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但伊佫是疼的上帝。伊是两项拢有，伊若敢若有一项就无配去称作上帝。因为如果若上帝只在伊公义的话，安尼伊亲像一个严厉的法官，咱有毋对，伊就处罚咱，安尼咱就惨啊！如果若上帝只讲自爱的话，安尼所有做毋对的代志的人，拢毋免受处罚，安尼即世间就无存在公义，人就当凊彩乌白乱来。但是上帝毋是安尼，伊一方面有公义，搁另外一方面搁有自爱。所以上帝伊最后互耶稣基督伊的独生囝死伫十字架顶。为什么耶稣基督爱死？因为伊要满足上帝的公义，因为有罪就爱处理嘛。咱只好耶稣基督成做一个，伊是无罪的人，但是伊替咱有罪的人来受苦，满足上帝的公义，同时也表现出上帝的慈爱。所以咱来明白，十字架这个象征是上帝慈爱甲公义的上悬的表现。亲像圣经中间这两节圣经节，互咱一个提醒：用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者，是凭着耶稣的血，就是耶稣的牺牲啊，借着咱的信，为着要显明上帝的公义啊。所以耶稣基督的牺牲是要显明上帝的公义，但是当时毋是咱疼上帝，是上帝疼咱。找伊的独生囝为着咱的罪做了挽回者，
这就是爱，这就是疼。所以伫耶稣伫十字架顶的受苦，满足上帝的公义，也带来上帝的仁爱。所以如果咱若明白这个道理，上帝的公义是分配顶面的公平，是审判顶面的公正，是疼的公义。咱若明白这个信息，则说咱就要对米迦书来对这款的信息有一寡回应。咱要安怎做，才会当回应上帝对咱恩典的疼？第一项，咱拄则所读的圣经节咱拢真熟嘛上帝爱咱心存要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三人行这是米迦书的一个真重要的经文也当讲是规本米迦书的中心经节。这段经文对咱今仔日来讲会当伫咱伫信仰顶面做一个真好的帮助甲提醒。第一项提醒就是讲，咱来心存怜悯，关心社会中间分配无平均。咱知影，伫先知米迦的时代社会中间存在着真侪无公义的代志。迄个时阵有钱有权的人剥削社会中间的弱势者。而且这款剥削是代代循环的。地到有钱的人哪来哪有钱，伊哪来哪有权力，伊就哪来哪压迫这送乡人，送乡人就哪来哪无钱。不有的人无怜悯的心，利用因的权势来剥削这弱势者。地到贫富的差距哪来哪大。所以上帝爱米甲大声呼吁，爱上帝百姓伫社会中间。社会生活中间，爱去怜悯这些受苦的人。时代经过遐尼侪冬，今日的情形依然存在。世界的资源分配无平均。如果这款的代志一再伫社会中间发生，这是咱做人上界大的见效。所以，咱头前讲过，上帝伫资源的分配顶面是公平的上帝。伊爱做伊的百姓的咱，爱恢复这点。咱知影今日伫世间中间迄个贫富的差距愈来愈大。根据这联合国社区发展计划报告，全世界2成富裕的国家，因占有全世界的资源86%。就是讲8成以上的资源甲财富集中伫2成的国家中间。剩来这送乡的国家，8成的送乡的国家，只会当分享剩来14% 的资源甲财富。有人2000年做一个调查，全世界上界好野的3个人，这3个人因的财产超越过35个上界送乡的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和。所以你也知影，人讲富可敌国就是安尼啦。有人伊的产业真济，集中伊的财产，却有真济送乡的人面临着真大的困难。我伫1996年，我有机会去新加坡甲马来西亚受一个训练，其中伫马来西亚的迄款的访问互我印象足深。当时阵，阮被派到当地一个原住民的所在去生活1礼拜。我是真深山哪来阮对迄个首都吉隆坡坐车爱坐4-5点钟，才能到迄个山区。交通真无方便去到遐因咧水电拢毋是足稳定啦阮住伫因所起的迄个原住民所起的一种用竹仔起的一种高脚屋住内底无电风当然无冷气啦若无电风就住伫内底甲伫遐我伫遐生活一礼拜甲因做伙工作因上较主要的即个庄社上较主要的工作就是种即个橡胶甲榴莲水果我发觉讲因这庄社内底迄囡仔拢毋免去上课，拢毋免去好好上课我就问带阮去的迄个领队讲，伊叫我这囡仔拢毋免去好好读册因讲因若去好好读册
一学期爱交咱台票差不多200块。但是上较重要，你若一个囡仔去读册吼，就加一个人开销，佮减一个人去工作，所以这家长吼，因就无法度送这囡仔去读册吼。我拄则讲过，因读册学期只要咱台票200块。咱伫台湾吼，我咧想讲，咱伫台湾买一粒榴莲吼，迄榴莲一粒爱几600块对无？因只要卖一粒榴莲吼，介先得当互因供应因囡仔读一学期的册。但是事实上毋是安尼啦，因为经过定的剥削，今仔咱爱开几600块买一粒榴莲，但是因所赚的钱，你会当供应因真简单的生活。所以说过中间有真侪只无共款的剥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送乡人就是伫即款的下面顶面吼，这囡仔若佫无受教育，一世人拢袂当翻身啦。这就是因所面对的这个困境，也是咱所面对现实的情形。咱毋通掠做讲这是国外的代志吼。咱台湾是真富裕的国家，其实毋是安尼，咱的贫富的差距哪来哪大吼。我前几工伫即个网络顶面看一篇文章，这是商业周刊吼，一个网络的文章吼。伊讲台湾的贫富差距有偌大？讲咱看起嚟吼，才有一个图吼。就讲，那台湾人，咱算做讲台湾有700个人吼，700个人，其中前10名的人吼，因占有台湾的财富44%，就是讲有10个好野人，伊占台湾的财富差不多一半，吼，前10的这好野人占台湾的财富差不多一半，吼。佫另外一个统计，互大家知吼。就讲1%吼，诶，好野人，就讲算这100个人中间的1%头前这个人吼，第一名吼摕出来吼，这1%的人占领台湾14%的财富，吼，伊的财富比后壁40个人，吼，就讲4成的人加起来总额佫较济，而且吼，咱毋通了做讲这贫富差距的。哪来哪缩短？毋是，10当来，咱的贫富差距愈来愈扩大。好野人哪好野，送乡人哪送乡，差距愈来愈大。所以咱就是面临即款的情形。面临即款的情形，咱到底会当做啥物话来回应？无是有2项提醒，咱会当做。第一项，就是伫生活中间，伫社会内底。咱常常发现一寡需要帮助的人，上帝爱咱对这个人有怜悯的心嘛，爱心存怜悯，咱爱适时伸出援手。虽然咱个别的帮助可能真有限，嘛袂当，嘛毋是常态吼，但是伫急难中间去帮助这个人，会当减轻一寡苦难。伫咱四周围的人，如果有人需要，咱就用咱的智慧来帮助因。咱一个人可能无法度马上改变大多数这个人的困难，但是如果咱的行动会当唤起更较侪人的响应，这个世界的苦难会减轻。前几天有这个展望会，2位同工来拜访我，伊然后讲因即摆咧关心的代志吼。无事无法度伊大家说明，咱去网站内底找类似的机构，其实因拢有咧关心一寡需要的人，比如讲因拢因甲我讲，因有最近咧推动2个真重要的活动，第一个活动叫做亚波罗计划，就是对这个这欧洲有几个较送乡的国家，因这个国家的百姓有一寡送乡人，因若寒天的时阵真困难过。因为因迄寒天甲咱的寒天无共款，咱寒天可能穿一件大衣安尼就当，因为寒天是非常非常寒，真侪人因为安尼来寒死，所以有一寡送乡人因无法度过这个冬天所以因这计划就是去咱奉献一寡钱来帮助因互因会当有一寡烧火茶供应因有一寡御寒的衣物互因
会当帮助因度过即个冬天啊。这叫做亚波罗计划，咱能去网络顶面找，咱嘛会当参与。伊嘛伫台湾有一寡帮助一寡弱势的家庭，而且囡仔，互因会当去上课。咱知影教育特别咱今仔是教育主日教育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真重要一个工具爱互这虽然是弱势，但是伊囡仔会当去好好受教育，这是因会当翻身的一个机会所以咱可能一个月奉献一点仔钱帮助这个人，因就有机会改变因的命运所以这第一项咱会当做就是讲，咱个人会当去帮助这需要的人对这个人有怜悯的心。虽然袂当产生真大的变化，但是确实会当减轻这世间的苦难第二项嘛是咱会当做的，就是讲咱来改变不义的制度基督徒更加重要是爱互社会的特殊恢复如果有公平的制度，咱社会不义就减少，受苦的人嘛会减少检察咱认为讲伫制度顶面爱改变，检察真困难。但是如果咱也无拍拼，根本无可能。咱今日咱台湾，咱其实会当享受真侪好的制度，是因为过去有一群人真用心、投入，甚至牺牲性命，牺牲家己，促成咱今仔日会当有这公平的制度。但是咱知影，也有出侪，伫即个台湾进步过程中间，也有真侪会当进步的空间，咱会当来参与。即个历史上因为一个制度的改变，会当带互真侪人真大的福气。我顺便甲大家分享，我捌看过一本册这本册咱有机会咱去买来看。这本册叫做《兄弟相爱汉江河》讲兄弟三条会当改变这个世间伊这是咧描述伫18世纪末、19世纪初。伫英国国会内底有一个国会议员，叫做威伯福斯。这伊的故事嘛捌拍过电影威伯福斯，伊甲伊的7个朋友，因8人组成一个叫做克拉彭联盟。因虽然是无共款的党派，但是因伫国会内底，因为共款的信仰，因组织做伙，常常做伙祈祷，寻求上帝的带领，做伙研理这个法案，希望会当消除社会中间一寡无公义的代志，特别因上界拍拼的一件代志，上界对抗上界久的一项代志，就是叫做禁止奴隶贩卖的法案。当时阵伫英国也阁有即个奴隶贩卖，非洲的一寡黑人被卖到英国咧做奴隶，这会带互真侪好野人真大的利润，因为这个奴隶会当做工，会当替因赚真侪钱。但是这是无人性、无人道的。所以因伫国会内底推动这个禁止奴隶贩卖的这个法案，经过18冬的努力，这个法案才完成。当这个法案通过的时阵，大家要庆祝，咧找这威伯福斯找无。原来伊秘伫即个国会的一个议场的边一个所在，伫遐咧祈祷，老目屎咧祈祷。伊讲：主耶稣，历史在伫你的手中，阮不过是你的器具。伊知影因是上帝的器具，透过因的努力来改变不义的制度，互千万的人得到福气。这款法案的通过也影响到欧洲的真侪国家，带予真侪人真大的祝福。所以咱虽然会当帮助遐需要的人，但是透过不义制度的改变，带来影响更较侪。所以这个嘛是咱来努力的，咱来关心咱国家中间有啥物款无公义的制度，咱参与来改变。第二项。咱爱回应的，就是咱关心审判无公平的代志。伫美加的时代，常常有法官
无公正的代志发生。好，咱来看米迦书第7章第29、第3节。吼，讲伫即块土地顶面，所有诚实正直的人拢死啊！对上帝忠心的人，连一个人嘛无。人拢咧听候机会谋杀，人拢咧陷害家己的同胞，每一人拢是做歹的专家。官员甲法官拢接受报路，有权势人甲因成群结党，狼狽为奸。这是米迦迄个时代所发生的代志。上帝借着先知的喙来警告因，上帝有一天要实行公义的审判。咱知影伫久长以来吼，台湾的司法一直在调整中间。有真侪人用伊的性命来改变台湾的司法改革。其实咱也真实明白，今仔日台湾咱的司法抑有真侪真大进步的空间。虽然做法官实在是毋是真简单的方式。我有一遍受邀请去台北，遮有一个叫做法官学院我去甲一寡法官上课大家感觉奇怪，讲开请一个牧师去来法官上课是咧上啥？其实咱理解就讲法官因咧判断案件的时候其实是咧处理代志无去处理着人因安怎判一定有一部分的人无满意请我去甲因分享是主要是因为牧师学过一个技术，就是讲安怎做两方面意见无共款的人的调停的工作所以我去因上半工的课程甲因做伙分享讲咱咧处理这代志的过程中间，有哪爱去处理人的心态安怎去帮助双方会当做一个好的和解其实咱理解做法官其实是真困难做要做正确的判断，确实需要智慧所以咱一定要常常为着台湾的司法体系甲制度甲人祈祷，互咱台湾的司法真正会当公义公平。上帝意爱咱安尼做，比如讲特别伫伊的律法，申命记26章18节讲，要照着逐支派设立审判官甲官长，因的确按照公义的审判来判断百姓，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事。所以咱有哪爱来关心，爱常常替咱的国家来祈祷。最后一项，咱上会当参悟的是最后一项。咱拄则所读的经文真重要的是讲，上帝对个百姓的第三个要求是，爱做一个肯谦卑甲上帝同行的人。有一寡圣经译本翻译做谦卑甲上帝来往，有一寡圣经译本翻译做谦卑服从上帝。也就是讲咱爱除掉咱心中的骄傲，每一项拢会当来到上帝面前悔改，而且领受上帝所赏赐的恩典。咱来明白上帝是咱建立公义品格甲朋友疼心的原动力。上帝的公义甲疼是解决不义制度唯一的方式。如果每一个人拢会当甲上帝同行，拢会当谦卑甲上帝同行，咱才有力量去除掉家己甲别人的不义所以咱基督徒爱做一件代志，就是爱伫咱的社会中间将福音传出去。咱毋是简单自己伫圣殿内底听上帝话，咱了解什么是上帝的公义，咱毋通停止伫遮，咱来赶紧出去，将福音传互也毋捌即个福音的台湾人，互所有参与伫不义制度中间的不义的人，拢会当伫上帝面前亲像咱同款，伫上帝面前悔改，而且被耶稣基督的疼来改变，这是唯一会当为咱带来改变的方式。圣经中间彼得后书第2章第9节咱讲，独恁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百姓。这是咱的身份彼得前书的作者咱讲，咱有这4项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百姓。咱有这款的身份咱就爱有责任。
什么款的责任？都爱去宣扬迄个调咱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人，的上帝的美德。因为咱只有去宣扬这款的福音，才会当互伫黑暗中的人进入光明中间。因为耶稣是咱人类唯一的盼望。今仔同时也是教会的教育主日，咱知影要做好以上所有遮的牧师所传讲的遮个信息，真重要就是要透过教育。所以咱看起着咱教会中间有儿童的教育主日学课程，有成人的主日学课程，其实拢是要互咱认捌上帝，互咱会当满足上帝的心意。所以期待上帝话进入咱的心，为咱带来改变。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领受你的话，无任何阻碍。你的话进入阮的心中，就为阮带来改变，互阮会当降服伫你的心意内面，互阮当去宣扬迄个公义佮疼的福音，为即个不义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